我与娘娘一次将他绑起来。大姐，出了何事？了什么罪被带到哪里去？哎，你慢慢就会明白的。姑娘，你这么模样，真叫大姐担心呐。我怎么样了？哎，贱人，你不死罪过，万贯汉冤叫屈。娘娘，奴婢并无罪过，亡命难违，奴婢不管抗旨，放娘娘命前呐。好一个亡命难违！哀家多次进谏，不许尔等妩媚何足，为乱圣宫。你怎么就管违抗一字呢？算什么生命难违？总是你装作妖精态，妩媚何足你认罪，为乱圣宫，滔天罪。到！是。皇昂驾到！在哪里？他在哪里呀？臣妾在此接驾。你把他怎么样了？不知皇上所指何人啊？朕问的是那个生娃了家的宫女。宫女怀孕，臣妾却是不知啊。皇上，哎，皇上，不知则不怪，不知则不怪，请自动速将宫女交给长明带走啊！慢，宫女怀孕，证明解释，臣妾岂敢怠慢。长明，在，你索取召见御医。哀家要亲自诊断，以报龙胎。是。爱卿是此生命大义，怎奈随机之福也。神他爱卿常不尽，君臣快乐生言飞，一同去大理，卷卷爱情观天地。
你在3岁，我18，同亲共在离人离，怎记得你夜间胆小自惊梦，我是同胞兄弟太真实，怎记得你身体虚弱当怕累，我是身暖你我无龙儿心里血往岁月，16岁是你登基，怎朦胧兮为言起，3代公怎贵妃？如今在张朝阳宫，怎管不做君王保谁记？亲恩的，这就不忘。启罪娘娘，御医早到。皇上，请到西殿稍会。哦，有了爱卿早应。皇上，啊，皇上，你安心在此，听会自动吩咐。啊？好，好，请您自动安排，自动安排。啊，皇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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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医，臣才，你是极品官儿，臣蒙圣恩，是个五品御医。你可要官升3品吗？官升3品？不，臣不敢于绯闻之下。你听着，今日宫女狂称外孕，迷惑君王，哀家要你仔细诊断。你实是医术平庸，出了差错，莫怪满门抄斩呐！朕知。是玉胎还是无胎？父胎。真的无胎？真的无胎。好，你写下诊断来。是。好前人到！万岁爷，那边同睡了。快走！是。啊，你竟敢欺君！哦哟，我的皇上啊，欺君的不是臣妾，而是这该死的贱人！啊，假孕欺君！
这都是些什么？万岁爷如此动气呀！他们要整你的亲王之子一骑终身，是此事嘞？难道朕就不会有子了吗？原来如此，难怪王爷他积极进宫，定要面见皇上啊！哦，他来了。是，王爷正在外地等哎。好，我去见他，看他邀约何事。曲风潇洒多芳菲，白缕簪花遍宫闱，君王焦虑无奈何，王子有心愧地位，朝臣纷纷空言论，各云有关去看我。此日盛世，只怕不能胜任，万请公公另选他。不，此事非你莫属，不许抗命。是，这就对了嘛！啊，你莫怕，一切有札家为你安排。万岁爷即刻驾到，你要小心侍候了。啊，万岁爷渴了，你就端茶送水；万岁爷急了，你奉上点心。哎，万岁爷实是困了，你就铺上点被，我日安息。明白啦？是。是，这就对了。此地的年
我家穷台升天庭，曾记得爹娘临别细吩咐，进宫当差须谨慎，夜来深沉人低头，手家金花手本分，宫中太监评定中，匆匆报天实应声，今生命还君飞转天涯，心头小鹿跳不停。但愿得层层当当了才是平平安安早脱群臣王罪，实欲加害于臣。皇上春秋定人，后宫重迎，岂无龙自己怎大通？臣虽不才，却女中啊，绝不管朕非分之想，望皇上面见啊！朕想你能国事也是尽忠，请王基于忠心，朕岂无随着自己去吧？是。万岁爷在此蒙受，还不如为周日此去吧。哎，周日此也是无聊。哎，周日此乃清净福地，怎为无聊？万岁，万岁走吧，万岁走吧。哎。奴婢叩见皇上。禀圣，禀圣，我怎么从未见过你？奴婢初见皇宫不久，今日周日此宫女完毕，奴婢是替他这般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奴婢雷公儿。雷公儿，好一个雷公儿！暖日清风触破冬，柳叶眉梢，或就成一临深宫。柳眉长长
日祠，愿意吗？把我留在周日祠？哦，不。你滚抗旨嘛！奴婢遵旨。这就对了，刘姑娘。启奏娘娘，今日王爷将七具组送到。呈上。是。皇上近来为何总在周日祠？莫非他？兰阳，在。你二人拿着电信到周日祠，带下问候皇上，要皇上节劳续歇，保重龙体。是。娘娘，请用圣汤。娘娘，阴森看，不觉不息。莫不是洗澡临深，皇上那在家里恰子算来2月正，细算言语少人月，是并非病人，怎用怪道陈朝已无真，定是旁于
朕恳请娘娘审案，谢娘娘赐朕3品官言。哎，愚公之上，理所应当。谢娘娘。听说你医术高明，于今无可，果真如此吗？朕不管是夸，实属无可，万顺处通。好，今日以来，哀家自觉身上有异，你来看看，脉象如何？请朕医治。实有些变化。哦，怎么样？待朕再诊。死了。你快说，哀家是马起莲子是西马，我这是西马，马子2万4几匹啊？那我是娘娘是花刀去彩虹落，人到中年曾心。什么不能生原谅？不错不错，人到中年，天规必究，司理使命，却不会错的。啊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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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胆用意，一派无言。来呀！有将这大胆用意，从这死日当在天牢。哎呀！娘娘，我说的是真话，是真话呀！娘娘，讲的都是废话、混话、臭话呀！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娘娘。
把金陵，心中事不关言，背后悄悄暗地里。雷姑娘，雷姑娘，他回来了。雷姑娘，奴婢叩见皇上。哎呀，雷姑娘，你可是越发的楚楚动人了。你那人不见是梨花白玉真亭亭，美娇娃欢泪莲，有龙戏子当成亲，但愿你早应万里早妻子不曾云雨巫山一片情啊。奴婢我你看你絮絮答答，千娇百媚，好不叫人怜。哎呦，来，奴婢叩见皇上。哎，你们是何人？尽管到此。奴婢转王为娘娘懿旨，请皇上节劳续些，保重龙体。啊！哼，你们可知这次乃是王宫禁地，朕未将许可，你怎敢擅自闯入？王为娘娘懿旨，奴婢不敢抗命，望皇上原谅。这，哎，快快出去！是。皇上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朕要到此歇息一会。哎呀，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哎呀，张公公，你快救我呀！你这是有戏了。哎呀，张公公，你快救救我！你救救我啊！好，你放心吧。张公公，你得怎样？好，你且保重龙体，一切由札家为你安排。是。张明求见，张明求见。他来的真好。张明觐见。奴才叩见娘娘。你来这是？奴才有要事禀报。说吧。是。皇上驾迎周日出，日夜闭门不
不测无，今年非为李朝政，历练皆因一公此女名叫刘公儿，娇艳非凡身长翁，死在皇恩已3月，恰是鸳鸯戏他待诏命，你可自罪。不知奴才手腕何谁呀？你既自司法3月，为何置之不保？啥事置之不保？娘娘可是错怪奴才了啊！此话怎讲？此事非同儿戏，须有真凭实据，方可禀报啊！是此事来，你是拿到证据了？证据确凿，所据何来？刘氏已有身孕了。娘娘，速将刘公儿捆绑起来！慢！娘娘息怒，且听奴才一言。你官位要逼拘禁！奴才不敢。娘娘，奴才要为娘娘尽忠啊！退下。是。你快说吧。是，奴才对待敢问一事。何事？为什么皇上他年华实草？为什么娘娘你年傍无恙？以你之见呢？以奴才之见，娘娘你盛大的杀宫女失于凶暴，凑上了夫妻情，君心懊恼啊！君心懊恼，难道哀家就不管了吗？不是不管，有道是明枪易斗，暗箭难防啊！你是要我算明枪，是暗箭？哎呀，娘娘圣命啊！张明啊，你忠心耿耿，可得信任。这刘公儿的事，却由你来处事。奴才怎知？且慢，在处事之前，哀家倒想看看这迷神的妖精有何迷神之处啊！红墙
处世之间，哀家倒想看看这迷神的妖精有何迷神之处啊！哼，这带路。准子。不要哭了。哎，从你上工那天，我就知道你要出事的。大姐，我这孙十公举目无亲，你真是我的亲生了，你可要为我想个办法呀！知道事情只有一记口音，何其可疑！剪草绿根，谁嘛保本？剪草绿根，谁莫保本？啊！你是要我当太？对，只有当太。我不当太。姑娘，剪草之前望在眼前，什么当太难免一死啊！你可不能糊涂啊！你看，他既为你背下当太一计，你快放了吧！这当太这样，我绝不能放啊！你，哎呀，姑娘，不肯当太。奴婢不知娘娘家教有失有礼，我娘娘是罪。苏才，你有什么罪？起来吧，让哀家看看你。听说你美观乐宫，艳压群芳，我是慕名而来，一睹芳容。奴婢不管。故若名不虚传啊！分年相随，樱桃口，流连缘，足不出嘴。一地花期洒在我想不迷人的无力把文归，难怪他棉花碎绿沉默外，笑问的怕帮我交往。奴婢就不管勾引皇上，那就是皇上勾引你了。皇上与奴婢恩深相遇，累我是恨。恩深相遇就累你手啊！对，以你这等花容月貌，皇上一相遇就着迷了，看一眼就丢不开了，是吗？生命太能累，今次细细研究，什么夫妻恩爱永不老，总是他风景中水流。皇上啊，皇上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皇上啊！娘娘今日之争，后续也宫女必上冷冻，切莫伤了凤体要紧呐！不，我偏要和他比一比。拿莲花进来。是。。
风吹早得风的真心只怕身旧年台落须在风华正35举娘一般老梅花结了开，恰是曲绝临风见金神，金上红衣天风吹。莫你当年花未归，朝阳院里对芳菲，曾恩托在落红粉的来空人，问天心太不风，春风花雨过不动，千里渔夫饮血马，彩虹偏风华正容。娘娘你，再看看你这个妖精！你看你病急邪火，似花似鸟，原来不经打呀！娘娘我来自南北问，贫妇待遇千风衣，只因天成好生的阴阳配合的生机，父亲草木上几股，有心生灵气一风千般灵草皆可成，必求胎儿出母体，待我产下腹中儿，千刀翻过身平我是与民无佛，你是与佛无名啊！这都是上天的安排，这都是上天的安排呀！张明，奴才在。将吕公儿立即处死！娘娘求求你，娘娘求求你，娘娘，天！哎呀，吕姑娘昏死过去了。不必惊慌，速将他救醒，好生侍卫，听我吩咐。姑娘，你醒醒呐！姑娘，你醒醒呐！长公公，长公公如何吩咐？万公公，小弟得来救助你这位冷宫首领太监，公梅大计，灭报吕公儿。既报吕公儿，你如何别告灭你？这是报告灭，也能报得灭吗？今我长教事已泄露，只有告灭，以取心神
不过此计虽好，难免万一。万一泄露，便是死罪呀！实能以我之师，闻得大名，国君之身，死也使用啊！实是生个女儿呢？实是女的，再杀不成。今日何急来了？知道。皇上，为卿中去，臣妾特召月宫歌舞，为皇上贺节。哦，请。皇上，你听此却情与悦耳，未闻所作。皇上，你可知其全名吗？朕不知。此却就叫沉江花月夜。只可惜花儿甚好，月儿难圆呐。皇上，何出言啊？退下。死。知道，你看呐。天上明月真可圆，白了光辉却没梦，真却是沿江对把秋意郎，西夏父子心气好，今夜登高赏明月，心似秋月比团圆。皇上，你是怪臣妾不能伸冤吗？你不能伸冤倒也罢了，
可是你，皇上。二生天师不能讲究，这也是佛文如此呀。话虽如此，可中秋节普天同庆，万姓同乐，朕贵为天子，却想得个儿女何节都不能，孤孤单单，冷冷清清，倒可比这天上的月儿高则高矣，明则明矣，这是太过寒了。月明星稀嘛，月明星稀。是啊，神老定心，看来朕命该是此了。皇上，你启奏皇上、娘娘，请王带小殿下给皇上、娘娘候起来了。哦，是王着来了。哦，快快带来，一起赏月。是，选小殿下金元赏月。小殿下金元赏月。啊，去见王人了，去见王人了。你可千万要小心，不能随便乱说啊。知道了。参见王八，参见王八母啊！禀生，侄儿来，让伯父看看。哟，长高了。来，吃月饼吧。月饼？不要不要，我在家里早请你啦。侄儿啊，来，你月饼不吃，就在此走走看看吧。啊，你看这王宫好玩吗？好玩，王宫雨大雨气派，比我家的亲王府气派多啦。是啊，王宫里有很多宫殿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父王常常对我说，王宫里面多宝殿，有太后殿、清正殿、天清殿、养心殿，还有坤宁殿。哦，对了，我娘说将来她要是坤宁殿。什么？你娘要住坤宁殿？那当然了，将来我做了皇帝，我爹我娘当然要搬进宫子嘛。侄儿啊，你知道现在的坤宁殿是谁住的呀？是你王八母住的呀。那既你娘住了，叫我住哪里呀？对了，我们搬进宫子，你搬到我家去住，不就好啦？啊，这都是你父母教的吧？是的。哎呀，来人，快把他带下去！不，你让他死！带下去！带下去！我不生了！童子无心吐真气，老子野心早算命。唉，这万里江山总是他们的了。唉，我好后悔。回当初不知厉害，太极还真说
为官给予贵地位。不是你的国丈吗？今天不是我亲官说，也是皇上亲生的东风太尉，曾是我昆明宫门为我开。你总算明白了，可惜晚了。不晚，张明。在。转我意志，光选宫女，侍候皇上，为皇上产下太子在，封为贵妃。你为何发笑？奴才是为皇上娘娘高兴道喜呀！飞越王子却满道喜。皇上已有王子，奴才怎么不高兴？怎么不道喜呀？此话怎讲？皇上娘娘啊，可记得多年前一段旧情，有一女进宫儿曾爱情。记得，可他后来呢？难道他还活着？孩儿啊，娘，这是白天还是夜里？是夜里了。那怎么还有光亮呢？今晚有月光。月光？娘，你让我出去看看月光，我要出去。孩儿啊，轻声些，来，快来睡吧。娘，你让我出去嘛。孩儿啊，听话啊。孩儿啊。吕姑娘，大我给你姐，们送月饼来了，吃月饼吧。啊，月饼？啥是月饼啊？大姐，遇上你费心了。大姐无能，唯有如此。吕姑娘，你可知今天是啥日子？中秋节。是啊，又是一年中秋了。你们早点歇歇吧，我走了。中秋节，我听得明月冷归，有一曲曾见凡人还一句，小娇儿冷宫与君一落年，色破天际那似叹。娘，月饼真好吃，你也来吃。儿啊，
娘不去，不去。儿啊，娘把你带哭了。不哭不哭，有娘在，我一点也不哭。娘，你哭吗？为了你，娘再苦也辛过。儿啊，你是为娘的命啊！娘，你也是我的命啊！儿，吕姑娘，吕姑娘，吕姑娘，大事不好了！这来何事？皇上，我娘娘来了！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哎呀，曾子孝，不好了！娘，你们快救救我的儿！快救救我的儿！言下之意，只有先把小王藏起来。你们快把他藏起来，我来接旨。我来，走，快走吧，快走！孙子孝，吕公儿接旨。奴婢接旨。公我吕公儿接陪接驾。遵旨。吕姑娘，大喜呀！大喜。是啊，皇上和娘娘要来接位王子，这不是喜事吗？娘娘，她不是要生我的儿吗？哈哈哈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皇上娘娘正为此事担忧。今夜忽闻已与王儿，真是喜出望外，龙心大悦呀！吕姑娘，你母子出头了。出头了，我母子出头了。是的，是的，你快准备接驾，咱家去了。你们快出来！哎呀，出来！哎呀，你们快出来！哎呀，快出来！哎呀，你们可听到了？我儿出头了！我儿出头了！我儿出头了！你懂了，老天总算开眼了。儿啊，你可熬出头了！娘，你怎么了？儿啊，你父王要生你了。从今往后，你可以大胆地到外面去玩，可以天天吃月饼了。真的？真的。啊，我可以到外面去玩了，我可以到外面去玩了。啊！哎，你玩不能去，为啥呢？我娘不是死了吗？小王子莫见，王儿与你玩的日子。吕姑娘怎么忘了？皇上和娘娘即刻驾到，你们还要接驾呢。呀，这可是大事，怎么办呢？最要紧的是叫小王子接驾礼。接驾礼呢？我来叫他。啊，儿啊，你快来演。好，你跟我一样。参见父王。儿啊，哎，来，参见父王，参见母儿。参见母儿。好，你自己来。儿啊，参见父王，参见母儿。儿啊，你可也为了。也为了。好，因为儿你父王来了，你的4次接驾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可是谁是我的父王啊？对呀，小王子从未见过他的父王。是啊，你叫他向谁接驾？对呀，那可怎么办呢？这……哦，皇上已有无须了。皇上他也有无须了吗？是啊，你多年不见，皇上他已两鬓为白，须臾在胸。儿啊，娘来告诉你，娘，父王是个啥模样？你父王年将半把，年将半把，春去定人，须臾在胸。春去定人，须臾在胸。你在困前长须之人，叫声父王，发用旨意啊！
无须？啥叫无须呀？有了，儿啊，你无须不晓得，这头发你总晓得的。我娘的头上有头发，儿的头上也有头发，大家的头上都有头发。头发我晓得的，这就好了。无须模样像头发，这头发插在嘴巴下，谁说是嘴巴下面插头发？它就是一副王亲爸。晓得了，晓得了，谁嘴巴下面长出头发，谁就是我爸爸。这就对了。万岁驾到！我儿在哪里？我儿在哪里？参见父王。王儿平身，儿啊，父王想死你了啊！恭喜皇上，恭喜皇上！平身，平身，张明在。传朕旨意，即刻宣旨他人，昭告天下，封我儿为皇太子。是。恭喜皇太子，恭喜皇太子！谢谢父王，还有我的娘呢？爱妃在哪里？爱妃在哪里？爱妃在哪里呀？你受委屈了，爱妃，朕对不起你，多亏了你为朕烟雨血马保我三劫，朕感激不尽啊！爱妃，你消受了，你憔悴了啊！张明，传朕旨意，封刘氏宫儿为淑妃娘娘，迁居雍翠宫。恭喜淑妃娘娘！奴才见淑妃娘娘后喜了啊！多谢张公公举物之恩。皇上，朕妾母子能于今日卷来长命之礼，朕妾今日要替他举过恩典，请皇上恩朕。对，应该应该。张明听奉。在。朕封你为王宫总管太监，总理宫内一切事务。奴才谢皇上隆恩啊！哈哈哈哈哈！这才是中秋有缘，普天同庆啊！儿啦，快随父王回宫去，来拜驾为公。是。张明，过来。娘娘，大张明，你可知罪？娘娘，你，你违抗懿旨，灭保宫儿，私扰王儿，谋国君。我问你，这欺君大罪，你可担当得起吗？奴才当不起，当不起、啊。我谅你也当不起。娘娘是谁呀？不过，杀定你有罪嘛，你恰也有功啊！奴才不久于公，但却无罪呀。你确实有功，多亏你深谋远虑，可是于后，功比山高。你听着，上也有理，杀也有理，你仔细权衡，想仔细。奴才明白。哼，
明白就好。请淑妃娘娘哎，起来，快起来！我也是宫女出身，你们不必多礼，退下等候。是。淑妃娘娘，你叫我恩公，奴才不敢当。当初受我恩公，我母子早已死过父仇，哪有今日荣华富贵？恩公在上，请随我一把。哎呀，淑妃娘娘，你可真是奴才了。哎，只怕从今以后，长命不是恩人，而是罪人了啊！总管何出此言？你可知道，奴才为救你母子，有三大罪过啊！哪三大罪过？这第一，违靠王儿一旨，乃赃杀之罪；这第二，隐瞒皇上有旨，乃欺君之罪呀！那第三呢？这第三嘛，不是也罢。恩公，但赦无妨。淑妃娘娘，且莫问这第三大罪。奴才且问娘娘，当初王儿为何命我杀你？只因我身外落家，他怕我谋逆之归，与他不离。
是啊，当初王子尚未出世，王儿亦难相拥。可如今你如今我儿为太子，莫封贵妃。将来呢？将来我儿登基，我为太后。那他岂能相拥？如此说来，他更难相拥。却难相拥。难道皇上不能庇护？淑妃娘娘，自古来宫廷争宠是不穷，多少冤案成疑中，明杀暗夺不胜防，宫闱到处须善后。我只怕淑妃进宫遭神机，后期太子难成龙。我这龙儿，娘娘圣明啊！公啊，公儿本是奴婢身，父义争宠在宫廷，要得今朝儿出头，以为全母亲心，恩公才能把太子。怎么？公儿还小见年君。淑妃娘娘，这便是我的第3条大罪呀！长民无能，难救娘娘，求娘娘死罪呀！死罪呀！死罪呀！这什么？把礼灭掉，请娘娘备用。难得你想得真大！好啊，长民，你快去禀皇后，说是宫儿去了，心甘情愿的去了。可他生下了太子，他永远是我的，他是我的。